市的艺文团体总共68位的理事长到台中举办联合的展览，要透过艺术推广环保。 高雄市艺文团体理事长协会即摆到丰原葫芦墩文化中心举办，甲环境议题相关的联展，总共有68位理事长参加。联合国永续发展，这个都非常受到重视。那理事长们都用对土地的关心，对自然环境的一个关心哦。 协会表示讲，即摆因为疫情事件开始反省自然环境，所以讲联展就以甲环境主题为主，包括有摄影、水墨、绘画加书法。无论是书法、摄影，都可以看到目前的生态，目前的大家的心境。不管是画图还是文字，拢会使看出这理事长对这块土地所表现出来关怀加反省，透过心灵净化方式，和这个环境保护的议题，会使和更较侪人认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